實今次想用風去表達自己內心嘅世界，同埋其實風有好多唔同嘅形態，暖風啊、冷風啊、颱風啊，即係類似咁樣啦。咁當然冇咁誇張嘅。咁所以今次我哋有一啲鋪排，即係例如可能探索一下，又或者大家俾我嘅溫暖，又或者我想表達一啲感激嘅事情，又或者一啲反思自己嘅事情，都會喺呢一個小小嘅音樂會度帶俾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Gigi 明熙。風之旅 My Voyage Goes On 將會喺12月24號亞博嘅8號館舉行，希望今次嘅音樂會可以同大家分享一段珍貴嘅旅程。音樂會嘅門票將會喺11月12號公開發售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